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开幕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11月14日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开幕。美国剑桥大学另类金融研究中心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美国已经超过中国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开采国。这些数据显示，中国国务院在5月底打击境内比特币交易和挖矿所产生的影响，使得行业大举受创，导致矿工结束运营或转移到海外。随着创纪录的煤炭价格加剧企业和制造商的通胀压力，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出现了逾1/4个世纪以来的最快涨幅。周四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，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.7%，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涨幅。11月14日，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使得美国重新加入设在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。2018年，特朗普政府退出该机构，理由是该机构对以色列的偏见以及未能保护人权。联合国大会周四对18个新成员国加入人权理事会进行投票，美国是这18个候选成员国中的一个。人权理事会现有47个成员国。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14日表示，该国总统大选当天开始提前投票。据悉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大选将于10月24日进行。微软公司将停止领英在中国的业务，取而代之的将是该平台的精简版。该平台仅专注于就业。我们在中国还面临着更具挑战性的运营环境和更高的合规要求。林登周四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，并补充说，他将用一个名为 InJobs 的新门户网站取代因监管要求而限制发布某些内容的中文服务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报告指出，在全球暖化危机下，世界各地的冰河正出现不可逆转的融化，而巴基斯坦是全球最依赖冰河淡水资源的国家之一。据报道，巴基斯坦有75%的人口居住在印度河沿岸，且其5座最大的城市更完全依赖印度河提供工业及民生用水。报告指出，巴基斯坦将于2050年面临水资源枯竭危机。